Great Easy 令老師批改紙本好似開自動波，備課同 OT 時間即刻慳返大截。呢段示範匯入一套微積分 Limes 嘅題目，專登測學生對概念有幾熟。AI OCR 逐題掃描題目同答案，連複雜嘅數學符號分析都識得足。老師喺面板 set 好評，分量表就得，click 幾下就搞掂每題配分同 partial marks。學生交卷後上載去 Google Classroom， 老師一撳匯入就拉得返入 system。進階 OCR 會自動鎖定作答區，仲會 highlight 漏咗嘅 intermediate steps 俾你睇。系統跟住 marking scheme 即時計分，同一時間產生俾學生睇嘅文字 feedback。如果學生 skip steps 或者符號寫錯，系統會即時捉到。Great Easy 會提示下一步點樣改，唔使老師逐題打字。批改完可以喺報表見到最易失分嘅題目。老師可以根據呢個 feedback 調整下一課要重溫啲乜。所有回饋可以一鍵同步返 Classroom 成績，學生同家長即刻收到通知同改善建議。Great Easy 令老師可以專心返課堂互動，學生亦都可以學得更快更準。